如果你是一位中國的百萬富翁，你會如何保護你的財富？你會選擇將財富留在中國，還是會尋求海外的機會，將你的財富提升到全球級別？你可能已經知道，中國有許多高淨值人士，他們正在積極尋求海外投資、移民和第二家庭基地。這背後的原因不僅是為了避稅，更是一種對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海外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只停留在購房、投資和移民的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和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：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但是，隨着2020年代的到來，外部環境和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並非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和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在面臨外匯管理和銀行審查時，需要謹慎地遵守相關規定，以避免資金被凍結或課稅。這些規定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外逃和維護匯率穩定，但實際操作中卻成為許多企業家的心理高牆。因此，任何大額跨境資金的轉移，無論合法與否，都需要謹慎地遵守相關規定和合規體系。如果你是中國的高淨值人士，或者是一位正在尋求海外機會的企業家，你需要了解相關的制度和規定，才能成功地將你的財富提升到全球級別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這個話題的信息，請關注我們的頻道，我們將會提供更多有趣和有用的內容。